谢谢你，我的家。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记第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凯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美好的早晨，让我们在一天的开始就透过主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圣经当中的奥秘，也帮助我们能够用圣经的话语来作为我们一天所行的准则，也成为我们一天的帮助以及亮光。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那看见哈拿的祷告，那他把孩子奉献给上主，给神，让他可以终身归耶和华，也向上帝来还愿。那我们也看见哈拿的在他的祷告当中，也知道他如何上主帮助他在仇敌的面前得胜。那也看见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有知识的神，是一个能够掌管一切的神。那也看见哈拿祷告好像引用了诗篇，引用的成为诗篇，也成为箴言，也成为预言。那哈拿他也认识到神是胜过死亡，能够将这个生命不断的传承。到今天我们是借着神借着我们将耶稣基督的永生能够继续的来传承。那最后也看见哈拿祷告不仅改变他自己的人生，甚至还预言了以色列国家。那他也将第10节说，耶和华审判地极人，将力量赐给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所以他特别用到受膏者这个字那这也是在圣经当中头一次的出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今天第2章的后半段的经文。那请凯恩长老带我们来读第2章的11到14节。凯恩长老麦克风要打开，谢谢。后来以利加拿回拉玛去了，小撒母耳仍留在示罗，在祭司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以利的2个儿子都是无赖，他们藐视上主，不守祭司取祭肉的规定。在人献祭的时候，他们常常派仆人带着3尺叉去，肉还在锅里煮，仆人就把叉子插进去，插到什么拿出来就算是祭司的。他们这样对待所有来示罗献祭的以色列人。好，那从现代中译本的翻译，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这个以利的2个儿子的恶行恶状那以利的2个儿子是无赖。那这个无赖的意思就是指没有用的，是指没有用。那虽然他们都被被安立为祭司，但是他们却没有扮演祭司应该扮演的角色。那以利加拿前一节讲到说，以利加拿带着哈拿来献祭，然后把这个撒母也奉献在会幕。那他就带着哈拿往拉玛回自己的家。那撒母耳就在示罗，那也特别在祭司的教导当中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撒母耳从从画家所画的图当中呢，可以大概看到撒母耳的年纪大约就在3岁到5岁之间。那也是小小的年纪，那他就得要离开妈妈。那看似很残忍，但是也成就撒母耳非常不平凡的一生。那刚才讲到以利的2个儿子是无赖，那他们因为是藐视上主，
藐视上主。和合本是写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指这两位他们没有建立起跟上主跟神有合一的关系，那就是他们不认识，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关系，甚至他们不遵守祭司取祭肉的规定哦。那他们常常就是要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甚至这个献给上帝的东西还在锅里煮，那他们就自己就先抢走他们的想要的部分了，所以他们真的是满足自己的肚腹，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所有来示罗献祭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是为了上主的会幕，为着上主的约柜来到示罗来献祭，可是他们却为所欲为，所以他们这两个兄弟呢，真的是让父亲的不仅是面子挂不住，甚至也让父亲他一生的忠心的服侍，也来被这两个孩子给败坏了。好，那接着再请刊长带我们来读15到17节。不但如此，甚至在脂肪还没有焚烧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给我一块肉，我好拿去给祭司烤。他不要煮过的，只要生肉。”如果那人回答：“我们要按规定先把脂肪烧掉，然后你可以随意拿去。”祭司的仆人就说：“不，现在就给，要不然我要抢了。”在上主眼中，以利这两个儿子的罪非常严重，因为他们不尊重献给上主的祭物。好，谢谢。那我们看见当神职人员的堕落呢，也会造成信徒的折磨。所以不仅是他们抢人家的肉，甚至连这个肉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必须要烧脂肪，因为这脂肪的脂油有的规定是要献给上主的。那摩西的献祭有5种，在利未记当中有提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有的是要完全归给神，就是要全部烧掉。那有的是有规定保留归给祭司，那有的也有是归给献祭的百姓。好，但是像燔祭是全部烧掉，好，都归给神。好，那皮呢是归给祭司，那素祭呢是要举一把，好，然后归给神，其余的归给祭司。平安祭呢是脂油还有肾要归给神，那胸跟右腿归给祭司，其余的平安祭祭物可以归给献祭的百姓。赎罪祭是脂油和肾归给神，那其余的归给祭司，但是血如果带入圣所赎罪，其余的要在营外来烧掉。赎愆祭是脂油跟肾要归给神，其余的归给祭司。那脂油是代表最好上好肥美的部分，所以其实祭司呢他们在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规定当中，这脂油都是属上主耶和华，但是这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却把上帝的份给抢走，所以以至于呢，他们后来就也自己得罪上帝，也被上帝所刑罚。好，那这两个儿子叫做何弗尼和菲尼哈，何弗尼和菲尼哈。那还有除了脂油，还有讲到肾，肾就是指腰子，也是代表人深处的心思情感。好，那在和本有地方翻成心肠肺腑，就是指原文是指肾，是指肾。所以脂油和肾就是把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部分，还有把这个心肠和肺腑要献给上帝，特别是当我们要献上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今天我们虽然不用献这样的祭，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用一切的土产来尊荣神，也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来交给神，要献给神。那但是在上主的眼中17节，这两个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却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以至于他们在上帝的面前犯了非常的严重的罪。那这以利知不知道呢？我相信应该多多少少会知道，
好，你也可以说以利不知道，好，但是因为这是对以色列的百姓做这样的行为，所以也以利知道，但是他却没有去约束、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18节到21节。那时撒母耳还年幼，他穿着麻纱的以弗得圣服侍奉上主。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袍子，在跟丈夫去献年祭的时候带给他。以利每次都祝福以利加拿和他妻子，对他说：愿上主借着你的妻子再赐给你儿女，好代替你献给他的这一个儿子。他们就回家去。上主赐福哈娜，他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小撒母耳侍奉上主，日渐长大。那这个撒母耳记又回到撒母耳的身上。好，那这里提到撒母耳还年幼，好，因为毕竟他是在幼童的期间，就被奉献到会幕来。那他也穿着细麻布，就是麻纱的以弗得来圣服。那这以弗得一般是祭司的服装，特别是在大祭司的身上。好，那当然撒母耳为什么能够穿以弗得？好，那这应该是指祭司的服装，不可能是说让撒母耳成为大祭司。但是就是撒母耳其实他也等于是在储备祭司或是在年幼的时候，他就穿着以弗得。好，因为一般利未人的服饰是从30岁到50岁，好，我们之前有提过。好，那他后来有提早变成25岁到50岁，可能提早5年的实习。但撒母耳呢，可能更早，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穿着祭司的服装。那在圣所，就是在会幕，那来服侍。那19节提到他的母亲哈拿每一年为他做一件衣服，那这个袍子小外袍，那也表示说哈拿对这个儿子的并不是断绝关系或是忘了他。其实撒母耳正在成长的阶段，那衣服可能也都要不断的换尺寸。那所以这个哈拿还是继续的关心他的儿子撒母耳，那这也是他唯一的孩子。所以他每一年都会为他带一件外袍，虽然他们的距离并没有很远，只有20几公里。但是这个外袍呢，也是在哈拿跟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候，就是1年有3次过节的时候，那才会来带到这个示罗，来献祭给耶和华，那也会带外袍来送给小撒母耳。那20节提到以利每次也会祝福以利加拿的妻子甚至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所以这个祭司以利呢，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他不仅是祭司，那他也是士师。所以祭司是在会幕里面服侍，士师就是前面士师记所写的每一个支派或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领袖。那因为在撒母耳记后面提到以利他也是士师，甚至以利的孩子也做士师，撒母耳也做士师。这个士师的原文就是审判官judge， 就是一个审判长。所以这个他也要来审判在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事务。那这个以利呢，他就为以利加拿还有为哈拿为他们来祝福。那所以他们领受这样祝福，因为之前哈拿他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说平平安的1章17节说平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所以当以利第2次来为以利加拿和哈拿祝福，那21节就提到他们2个回去呢就更加有信心，耶和华就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加上撒母耳，这样就有6个。那前面哈拿的祷告他有提到说不生育的生了7个，儿女多的反倒孤独。好，那现在哈拿在撒母耳记
的记录当中，至少就已经有6个孩子。好，那真的也是上帝也赐福他，好，让他在他的仇敌好这个面前能够大大的得胜啊，好，能够恩上加恩，这个福上加福。好，那他一直很在意的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产业，那也能够来尊荣上帝。那在这里也提到小撒母耳就在上主的面前日渐来长大，日渐来长大。那他不仅是已经成为哥哥，甚至他虽然没有在家中，但这个担任哥哥兄长大哥的角色，但是他在圣殿却扮演各种会幕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好，那接着再请凯安长老带我们读22到26节。以利已经很老了，他不断地听到他2个儿子对以色列人的种种恶劣行为，他们甚至跟那些在圣墓门前工作的女人睡觉。以利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种事呢？大家都把你们所做的坏事告诉我。我儿啊，不可再这样下去。上主子民当中流传着你们的臭名啊！如果有人得罪别人，上帝还可以为他辩护，但是人得罪上主，谁能为他辩护呢？他们不听父亲的话，因为上帝已经决定要杀他们。小撒母耳日渐长大，深得上主和人的喜爱。好，谢谢。那22节提到说以利很老，到底有多老？好，那我们从后面的第4章可以知道，以利死的时候呢是98岁，98岁。那甚至也说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40年，所以98减40就是58。那表示说以利是在58岁的时候担任以色列的士师。那他如果做祭司，应该是在50岁，应该要退休。好，那可见他可能在祭司做完之后，那因为祭司表现的称职，又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啊。那这里讲到以利很老，所以以利可能已经这个老可能是70、80以上的这个年纪老迈啊。那他的2个儿子呢，其实都已经成人了，长大成人。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第4章知道以利他也有媳妇，好，那他的儿子也生了孩子，好，那其实他的孩子也后来继续的做祭司，因为他们成为这个祭司的家族。那但是以利他对于这2个儿子的这些的行为，不仅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这里看到更严重的是，他们甚至淫乱跟来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呢，就是在圣墓的门前工作的女人，来同寝睡觉。所以他们不仅是藐视上帝的祭物，还藐视上帝的殿呢。这个在士师记当中，我们有看到同样的事情来发生了。好，这件事情是大大的得罪耶和华。好，那也让这个士师记当中的便雅悯支派，好，来引起了这个差一点被灭族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了。那以利他知道了，好，所以在这里呢，提到说以利听见他2个儿子所做的一切，又听见他的儿子好在做淫乱的事情。那以利有开口，只是他说他对他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做这种事？大家都把你们做的坏事告诉我，我儿啊，不可再这样下去。上主子民当中流传你们的臭名了。那25节，如果我用和合本读，人若得罪人，有神可以裁决；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代求呢？所以这是以利的智慧，他在这个漫长的服事当中，他所得到、所累积的，知道如果我们去得罪了人，那还有神，这里是说神可以为他辩护。不过在和合本当中有个注，有个小字，里面有一个翻译是另有或翻译做审判官呢，审判官。那所以这个神这个字呢，它可能被用来是指神明，或是用来被指审判官。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审判官就是士师，士师。所以25节说，人若得罪神，人有士师可以裁决。
所以以利呢，他是58岁担任士师，所以表示他现在也是用士师的身份告诉他自己的2个儿子说，如果犯这个做错事情，士师就是应该要出面，要裁决，要裁判。但得罪神，谁能为他代求呢？好，那表示以利他虽然警告他的孩子，可是他没有裁决，他没有做出判断和判决，所以以至于后面说他们就是这2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他们不听父亲的话。所以他们心还是非常的刚硬，他们可能仗着自己是祭司，那他的爸爸可能也是祭司退休下来了，所以没有在祭司的这个工作上面，虽然在士师的工作上面，但是他们也不甩他的父亲，那但是这里有提到，因为上帝已经决定要杀他们了，好，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有看到神就任凭他们犯罪啊，好，就是世人犯罪的时候，好，那上帝要差遣他的儿子来救赎，好，拯救世人的罪。但是这一群罪人呢，却不愿意接受神的儿子，不接受神的好意和美意，拒绝神的救恩，神就继续任凭他们。所以我们也看见上帝就任凭他们。出埃及记的法老，神也是任凭他们，任凭法老的心越来越刚硬。这个任凭下去，就是因为上帝要一路让他们的这个刚硬到底啊，好，让他们最终好招致更严重的祸害和警告。那最后26节讲到这个对不起，在这里有看到这个他的爸爸以利呢，就告诉这2个儿子，如果有人得罪别人，上帝还可以为他辩护，但是人若得罪上主，谁能为他辩护呢？好，那其实我们读现代中文译本就没有看到神或是士师这个字啊。好，其实就是士师是处理人的问题，但是你犯了跟神得罪神的问题，这个是连士师都难保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爸爸过去可以当靠山，好，但是现在这个爸爸呢，好也没办法照你们，因为你们得罪的不是人，得罪的是神啊。好，那小撒母耳日渐长大，深得上主和人的喜爱啊。好，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耶稣，这个路加福音在形容耶稣的身量与智慧，好不断的成长，好，人爱他的心和神爱他的心也不断的增长。好，所以看见这个撒母耳，好，他真的是从创世纪来少数就是说他的这个表现。甚至到老到一生都没有软弱，都没有犯错。好，那在创世纪当中，好，就是可以看见约瑟，约瑟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好，但约瑟也受很多的苦。那但是我们看到后来撒母耳其实也有自己2个孩子，那他2个孩子呢，好，其实也是成为祭司。好，但是这撒母耳自己的2个孩子呢，却不能够来遵循他这个撒母耳的正直和应当行的道。好，所以在第8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的2个孩子呢，是贪图财力，收取贿赂，枉屈正直啊。因为他的2个儿子呢，好，也成为士师，好，在别是巴做士师啊，在以色列的南边，好，担任士师。可是呢，他们却是见钱眼开啊，所以这个真的要把一个孩子教得好，要把一个孩子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啊，真的是要下功夫，而且要从小好这样子的栽培。好，那虽然以利的2个孩子很糟糕，但是撒母耳2个孩子，好也并不会说因为撒母耳他的爸爸是撒母耳，2个孩子就有很好的 DNA， 并不是这样。好，所以以至于这也后来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求要有一个王，好，因为撒母耳也年纪也老了。撒母耳到底有多老？好，那这个圣经虽然没有写，但是大概撒母耳是活到80岁左右，担任士师，从30多岁担任士师到80岁啊，好，所以32岁担任士师，做士师有48年，好，那这个时间也相当的长啊，好，那但是以利好，他的年纪更长啊，到了98岁啊，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看到哈拿他完全的奉献。
那也因为这样勇敢的奉献，也让小撒母耳也得到一个完全的教导。好，那等于好像就是以利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小在会幕当中，在圣所当中，在约柜的前面这样子的来服侍。就是等于是成为一个牧师的家庭，或是说一个全时间侍奉传道人的子女，那这应该是一个祝福。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对照和反差，就是以利自己的孩子和哈拿的孩子呢，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但是所长出来的品格品性不一样啊。那我们看见同样都是来自于以利的教导，但是以利对于自己的儿子呢，却是束手无策，问题连连。好，那关键就是这个可能该管教的时候没有管教，应该要责罚的时候没有责罚，以至于让这个孩子就上帝就任凭他们继续在这罪恶当中，到这个罪无法收拾的时候，上帝就等待时机来出手。那也看到以利的2个儿子没有来认识神，他们不但失职就是来窃取上帝的祭物，占为己有，还把上好的脂油都贪图，所以这2个儿子应该是吃得很胖啊。好，但是他们不仅是失职，到最后也成为他们自己失上性命啊。因为这里有听到有看到说，因为耶和华想要他们死，所以他们不听父亲的话。那其实这是以利第一次的警告。明天我们会看到上帝有第2次，还有第3次来自于对以利的警告。但是以利都没有拿出作为，以至于这2个儿子在第4章11节的时候，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就死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因为他们要把约柜抬到战场上面去，要想说靠这个约柜来打赢非利士人，因为过去约书亚也曾经这样子做，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不仅被打败，连约柜都被抢走。后来以利非常的 shock，2个儿子死了，连约柜都被抢走，所以98岁的以利就这样子震惊而死。那我们也看到小撒母耳，他的从年幼的时候，他就一个很强大强健的心理建设。好，让我们去回想这样的心理建设呢，不仅是以利给他的，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妈妈哈拿跟父亲以利加拿所建设的，让他从小就知道他是被奉献的，他是要献给上帝的，所以他不会怪爸爸妈妈的无情，他也不会跟别人比较，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他都要在圣殿里面，在会幕前面来工作，别人有自己的家，为什么他要睡在圣所当中？所以小撒母耳他从小就是心智心灵上被栽培，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撒母耳他有完全的顺服，他顺服妈妈，顺服爸爸，他来到了会幕也顺服以利。好，明天的经文会看见撒母耳他也顺服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顺服就带来蒙福，带来祝福。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今天在早晨一个礼拜的工作的开始，我们也能够来用你的话语来学习智慧，也愿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撒母耳的心，就是能够顺服上帝各样子的安排，能够孝敬父母，也能够使我们在世上得福，使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也让我们能够顺从神，让我们知道顺服就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也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的工作上面，在奉献上面，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应该归给神的就要归给神，而不是占为己有。当我们犯错或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也来警告我们，劝诫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日的悔改，也求圣灵用亲自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有柔软的心，并且愿意回转向你的心使我们不要陷入到试探，也不要陷入到网罗，更不要陷入到耶和华的管教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也赐福在我们今日所做和这个礼拜一切的工作和学习，也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健壮的身心灵。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凯恩长老，谢谢大家，平安。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有神迹在爱里。